伫码头将属印刷设计加工的裕泰店主总经理郭昭辉，因为感念台南推动长照2.0对时代有真大帮助，所以特别关键一台福冈巴士要来回馈故乡。市长王伟贴甲消局长嘛代表市民受证，长民温馨。辆的富冈巴士，我们都会做最好的运用，来协助我们的市民朋友来。这个尤其身体比较不方便的市民朋友们，有一个最好的一个代步的工具。那这个车子应该是可以上2部轮椅哈，那这是非常非常实用，而且效益非常高的高顶的，然后扶持可以上2部轮椅，那这样再送的这个效益又更高。所以非常谢谢裕泰，感谢郭总，还有郭小姐，还有吕女士哈，还有李小姐。这样子的一个用心，那我们一定会好好的运用这部车子。市长委贴将年到大，总共受证71台富康巴士，经过太古换新，目前有155台小型，1台中型，每一台车平均拢提供超过25万载服务，麦当看出富康巴士交通接送的服务需求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